乡亲好，我是翁小 K。大家看到了安奖界木雕上的图幕，也就是苗栗32届木雕之界。木雕呢是32届文化重要产业。今年苗栗嘅32老南总是脚下用几条的彩体特色，拿到了2022国际万商组织界年纪。不过大家看到这个树木一届差额高上高下，非常安闹热。了有合乎到万商嘅标准吗？呢度咧係咪氣氛冇強弱咧？咧大部呢係2天屯橋，彩天日運就係5天平屯橋，有8個年嘅歷史咧，係人情古蹟。搭配咧片橋山線嘅鐵軌路起次行車，天天咧往，天天咧聊，真正都有萬上嘅風味咧哦。出面大會見面嚟到3年求到鄉親，為堂堂彩天見面，對萬上有乜嘅想法？各部門有乜嘅計劃？看下學者專家有係樣嘅經驗，兩批去到開會嘅現場。開會了！好，歡迎現前呢，天天講條，你下來到開會討論嘅現場，都看到基本安那個天氣下吼，然後大家都臭到嫩嫩，到苗栗人那個上面還有南種嘅鄉親，大家安關心了爭議題吼，自然仲有老安尼做判強下3條，兩批為大家紹介裏邊，體會當然紹介係安尼苗栗人嘅人種，七瑤聰，七人種，你安怎？大家安怎？我係苗栗人種七瑤聰，歡迎安尼客家電視台各位好朋友來詳述安尼苗栗的後山好勢，希望大家安支持。非常感謝人種吼，特別講咧個會了強吼，老大家來群起哩。裏邊呢，紹介係學者界推標吼，佢係南華大學界教授徐澤宇徐老師。各位那個苗栗的鄉親，大家好。好，謝謝老師。其實老師呢對嘉義的這個慢城特別的有研究，今天他可以以他山之石來做經驗的分享。現場呢，我們三義鄉的七鄉種，還有苗栗人嘅染一染，還有東都都人嘅推標哈，進推標向推標都來到現場，還有南種鄉親，哇，非常安到啦吼。好，當然等一下呢，記者就會提出記者嘅分享還有意見哦。也提講基本留樣嘅素材，安家嘅素材就係苗栗嘅32吼，那個32鄉呢，具有當特別，那個歷史古蹟嘅文化，還有佢嘅橋山線都係當相依，你下呢公共嘅先至也做到當會，佢對那個萬上嘅條件到底係到哪位，優勢又係到哪位？先透過樣片，你整個強下來現場討論。平常時12世紀，街路巷嘅菜來來去去，順巷嘅菜市場就係特首選菜地清油不離嘅蔬菜。就算袂當主位，3萬嘅賣菜阿姨還係固定自家嘅攤下，請那麼嘅來同銀行服務。對一下鬧熱嘅市場，行到頭排12前做發展嘅蔬菜，一下係共生路街，然後其他顏色路街無空用，佢係嚟點清油吃菜嘅出菜期。路順人家屋嘅老婆嘅別項有廢菜。也行嘅係12後生人嘅創意，路後全國嘅雜貨店、老連鎖超市無共用，都有人情味，也就係菜店人親真實的生活方式。可以放慢腳步，然後享受人生的地方。大城市的腳步很緊湊，然後來到這邊可以放鬆心情，可以享受一下閒情逸致的生活。然後來到也做啲表面肉鋪體驗菜店嘅生活。對小城故事其實，3216年代就有東人客後來，都有觀光設立。一部嘅第建中國社會3D廢菜台牌都有名，上一到人客談到名上等來，就會要看下畫嘅32風情嘅台牌。看那個戲畫到從正經用嘅嘢石虎、油桐花、橋山線鐵路、5天平屯橋、木雕，也台北話都係32嘅菜地文化。每現在安呢有豐富嘅內涵，32未通過嘅國際萬上嘅認證。所以講32本來就係台灣來講啊，非常有特色嘅一個觀光嘅一個地方哈。所以講有安嘅優勢哦，來啊做經營一下嘅32成為一個慢城認證的安尼鄉鎮。
因为漫长的天天，生意可能伫国际后会行较有名。只不过，生意因为安尼嘅新样子，会改变生意人的生态方式么？为了安样嘅运作，每个菜店业当关心咩？本来就是一个台风景区，个人客家人全部非常的热情啊！吼，实际内容吼，也都蛮有谈到，也还唔对。与其跟他们说解释什么是慢城，倒不如让他们维持原有的生活形态，或许会比去灌输他们更多的资讯还来得实际一点点。通过为漫长的认证，对地方来讲，可能係好處較多。地下有名嘅木雕小鎮，同時又有邱產線文化同客家美食文化嘅生意，就會希望因為也慢啥，菜地嘅觀光會有更加進步嘅發展。好，了解3年小前吼，非常安靜，透過亞大家當熟識咧吼。不過呢，亞地道了人政府還有香港所阿媽認證哦，到去年3月份嘅時節都。動手起是現場那個國際慢商嘅認證，網到人嘅事件就得到咧二台里那邊國際組織嘅承認。通講啊，到今年嘅6月份吼，就要去葡萄牙進行授旗儀式吼，得到一種國際風嘅共融。大家看到其實國際慢商那個組織那個法同嘅概念，具有佢嘅一個精神的標章吼，看到佢嘅 logo 就是一個鴨咯。一個蝸牛代表慢慢行走、緩緩生活、注重生活品質，還有個精神意向。佢呢，其實呢，都心理那個協會，到它的本身的創始國是在意大利，這樣屬於一個全球性的一種文化組織在推展吼，也10多年的啦吼。到呢下為止呢，全世界有30國，總共有208個省市208座的城市得到這樣的國際慢城認證。那當然，今年我們苗栗縣的3義跟南莊就變成是208中之2哈。所以，我現場問你採題個向氣啦吼，啟島你個3義還有你個南莊得到那個二台里全世界嘅慢商國際認證，你們覺得驕傲？你們感覺到與有榮焉？啟島了係好事情嘅，搶卡手。哇！你採題錯到向氣奶奶搶放下哈，大家都會安展心安用。不過呢，我哋都會討論講，你個3義還有南莊，過去就是觀光知名的景點，現在有了一個這樣子新的一個品牌療養吼，大家對了解內涵運用的傾向。這邊有兩個現場哦，大家可以透過鏡頭看到我背後這個長長的退拍呀，被彩繪上了3D 的圖案，非常的鮮豔美麗。大家可以透過畫面看得到裡面的內容物是什麼嗎？今天的現場來到了實際的彩繪創作的彩繪師，來告訴我們他是怎麼樣把這個內容設計在這個他的3D 彩繪裡面。今天魏老師來到現場是嗎？是。這個計劃案哦，在去年我們許站長他有一個概念，就找我來這邊，就要把這個天梯要製作一些3D 的畫作。是。那裡面的內容，鄉長他有提供說要發揮我們3義鄉的一些特色。對，特色就是在地的特色，例如那個保育類的，像石湖、聖心車站，還有桐花，還有這個龍騰斷橋，還有這個木雕，這些把這個題材融入在這個3D 的畫作裡面。所以等於是我們3義在地的文化內涵。那你要把它畫出來，你有去實地考察，那你有去領略它才下筆的嗎？這個創作是我第一次的畫作，畫這個梯形的這個桌面，我以前的畫作都是在地面的3D。哦，是哈。這次說也算是我第一次的這個嘗試的一個畫作。很有成就感嗎？這個有一點比較有一個技術性，因為它每一層總共有89階，從第一層到最上面那一層，每一層的間隔差不多有30公分，所以說第一層到最上面那一層。這個距離差不多有30公尺，所以重點來講，對，要在鋪陳的時候就要一些技術。對，所以說你在製作過程，就是說你構這個圖的時候，就是前面這一層跟後面那一層就要漸層式的把後面的那個物體都要放大。是，去染種，其實哈，你都以快些都進去個經驗的方面都經常嘛有推動你個讓你個能見度達到國際紅本大家看到，是想要。把慢城怎麼樣來結合，讓更多人看到呢？
我们苗栗有3县海线，是那3县的南庄也是好山好水，嗯更有原住民的这些的文化，所以我就有一个概念，就交代我们县政府啊，3县由这个北边的南庄，海线由我们的南边的这个三义，2个这个乡镇啊，相互的来辉映，是那这样的话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成为一个苗栗曼城。也要跟各位报告，全国唯一一口气有2个乡能够，苗栗县也是有唯一苗栗，尤其我们的教授很清楚，嘉义申请了好几年，这次跟我们同一步这个进入，当然未来要很多的专业的人士来共襄盛举，然后把真正的慢城、慢食、慢活带到我们的生活领域里面，然后大家都能够因为这样子来带动我们的观光还有我们的休闲，然后在这个好山好水的这个国度里面来展现我们客家的风貌。是，谢谢我们的县长。其实，在曼城的认证它其实有国际上的一种生活公约，要做到200台共用很多体感人口不可以超过5万，所以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庄跟三义都是在这种5万以下的小规模，最适合生活的这样小城镇的规模。它呢为很多第一条为保护那个自然环境，第3呢为推行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第4条呢为保有动体感风俗习惯还有文化自善，还有第5呢。为实落控权，为苟合宪法。第6点呢，还要支持当地的手工艺、人跟本地商业的发展。然后动然就会想到，3面个薯雕工艺、木雕工艺，是不是在这问？难怪内容符合哈。汉卡呢，还有第7条，为动体他要热情的接待客人。第8个呢，要鼓励这个参与公共活动，培养公民意识。看到这样子，意大利方面提出来的这个国际公约组织，大家都要，不管是在申请之前就要符合，认证之后呢，也要持续的检验这8大生活公约有没有实际落实到在地。这些8个公约里面，好像挑狗它中毒有过去生活就有的是不是要怎么样在规范看起来感觉上是不是内容有点笼统，比摸马该了解，所谓实际要进行曼城要怎么落实？3年。本来注意咧太太风景区，错本来做动态风景区人员来也真多。按3年来讲，遐是一个宗教的圣地，同道宗教山头都在我们三义立有道场。也做像我哋了，当然咧，了着规划嘅人讲按3年本来做好山好水，也是宗教的圣地。按样嚟规划。本来俩个3米体区本很多宜居宜游本然好喝又好料，本然好喝又好料，当然俩通用土地的规划，宗教的俩个引导，宗教样的同俩的百姓融为一体。非常感谢你主委新县强谢谢。好，我们刚刚看到公园里面有提到一个在地文化的展现非常重要，还有在地生活的品质，所以要吃在地、在地生产、在地生活、在地享受。我请教你改采筹、改填充用器，有没有我们是比如说用在地食材来创作的面包师傅啦，或者是餐厅的业者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来把曼城吃在地放进来？当初我都想到讲，用怪事都代表客家人嘅精神因为像外国那个黑的个田野那个禾塘都是种法，中国的后来都说个禾塘都是种辣椒的，台湾人有个人切前他个蔬菜都说也都是台湾人，来到客家庄来看到人家禾塘有怪事的，也都是代表的客家人。当初我想，等一下，线上安排是有怪席系嘛该就紫苏的怪席所以紫苏9层塔、7层塔啦在我们客庄就是代表作物9层塔，来来看到也7层塔都也台湾人，来到客家庄看到怪席都也客家庄叫代表客家文化所以你食材题也还要实践曼城的一个内涵，所以你自己做餐饮业，你有利用这些客家庄的食材吗？有，系用怪席来做紫苏梅饼。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你请坐。老师，
原来其实我们抛开那些很高高在上的理论，其实我们讲到最实际的内涵，就是挖出我们自己本地有的东西，在地的食材，在地的生活，是不是你也来这方面多一点琢磨？其实我们相信，如果真的要来实践这件事情，把以前的旧东西拿出来，好好在现代社会发扬，就对了。曼城其实谈的当然是在地食材，这个是其中之一啦。是。那我想它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怎么样，让活在这一块土地的这些城市的居民呢，活得有自尊啊。自尊有自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活得有自尊。那但是要活得有自尊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培植产业呢，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没有产业，没有这个经济呢，坦白讲，人会选择离开。是。但是话又再讲回来，就以三立的这个木雕来讲，是。现在的木雕其实是也日渐凋零了。那当然，我想这个公部门这边呢，其实今天有心想要来这边来做，这个事实上是需要公部门的力量的介入了。是。否则以目前的一个社会的氛围，我们事实上现在的一个观光旅游，事实上很多人只是走马看花。所以其实，在导入曼城之后，其实我们也强调的是什么？要什么？这个深度旅游。是。所以是要 long stay， 是要深度。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些配套的东西，我想这个就是考验公部门的智慧了。是，所以我们讲国际曼城西塔 slow 哈，慢慢的做，我们的木雕工艺就是融合了这样的精气神去慢慢雕。好，老师讲到一个重点，这个曼城实现一个重要的精神内涵在于产业要被活化，而且要再壮大。那讲到我们的3亿木雕，那可是全台湾闻名。应该抢门采凑，又你个木雕工艺师今天也来到现场吗？可以举手一下，有在做木雕的，好。历史总今日都简称哈，历史总请问一下，线上就讲到了哈，现在我们荣获了这样子意大利曼城的国际的光辉了哈。那你觉得我们3亿作为传统产业的木雕，现在面临确实哈这几年因为进口的关系哈，还有可能在技术上的断层、人力的流失哈，很又起到实际的哈动体跟问题，也是希望做得多改革嘞。给各位报告哈，因为曼城的话哈，那我们的木雕协会也有一个规划，一个哈，就是行师之礼啦。都是我们那边一个老师，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工作者分布了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水美街还有我们的神雕村以及蓝街以及我们车田，所以我们这个木雕协会知道我们有曼城这个过想那我们回去会跟我们理监事来规划一个行师之礼让来到我们3立要来找寻我们老师的话非常的容易。好，也知道老师所雕的什么东西是会符合我们那个游客的这个需求这样。是，谢谢我们的理事长，请坐。所以我们发现在社区的内聚力来讲因为曼城开始像一个磁石把地方的产业慢慢的聚拢起来。这是理事长，那我请教实际雕刻的木雕工艺师傅了师傅看起来很年轻哦那刚刚讲说我现在就是缺了这个年轻的人力接上来，请问一下，现在我们争取到的这个曼城，你想要把你这样手上的绝活，透过这样曼城的实践，真正可以吸引到买家也好，欣赏者也好，让你的创作可以延续下去，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我是觉得说你应该找个地方做一个大看板有一些工艺师这些师傅的他的工作室的点在什么地方可以标示出来。有些人他甚至我是直接想找工艺师，如果你想找商品的，是你就店家就可以。来找艺术品就可以找工艺师。店家归店家，但是师傅的工作室那就比较深度的好，谢谢。然总按用谈起来，其实共同了解送业商业模式的操作，观光这个，我们的南庄跟3亿过去就已经很有成绩了。那现在曼城这样概念进来，老师提点到了，其实它是一种生活品质的注重，文化产业的传承它显然有一种更深层一点的内涵要往里面走，所以。以过去单纯观光操作的模式来开发游客，这会是您考虑的吗？还是说您有哈卡性参感更深度的，要帮助我们的人才传承也好，或者是我们工艺师的那种匠师的灵魂，可以好好的来培育一下呢3亿真的是多元化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乡镇，那么不光宗教、雕刻、在地食材。还有一些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客家文化等等，那么为了要让3亿的这个观光更加的活络，是我们到观光局申请了3亿造就3亿。这样子吗？什么意思啊？ 3年呐，观光局给了我们3亿元，是，然后打造 Really Bad， 也就是说旧3线的副食。
那也是全国的这个第一个这个台车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就是慢慢骑了哈，不求快。慢慢骑所以我想3义啊，真的很多的第一。是这个国际慢城也是第一个，然后全国的第一个Rallybud 的这个自行车铁道型也是第一个。是。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搭配这个国际慢城的一个活动下去啊，是。未来不管我们全国注目的焦点，也会是跟世界接轨的一个国际观光的景点。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我们的3义啊，前途不可限量。是，谢谢但是呢，一定要真的注意到，我们的是慢城国际，不光要慢食来减缓素食的一个反应，然后吃出健康，淡定、休闲，让所有的压力都能够借着来到3义来舒缓。然后很快乐的这个休闲之外，下回还要再来。是，县长侃侃而谈哈，所以他这几年的人生历练，发现到说，其实生活求慢不求快，好好享受人生的价值，很动重要。好，看到那个山呀、文化、历史，还有那个古家，当然也对哦。除了3义之外，你庙里改南种，这些生态相当的著名，还有多元文化的族群的融合，你也系两位找亮点。先跳过下个样片，看睇了后，你继续咧深入探讨，到底了解观光慢商，用个走。睇過來過無？喺南莊規劃坊。你係喺講馬茶。以下係講法語，以下係用本地話法來寬談一下，唔怕東南雄起，條講肉唔係台灣人。從很遠的地方，中國海南，嫁到我們南莊好山好水的地方。你好，桂花酒酿湯圓。哇，真的哦，好大顆哦。都可以吃看看呢，這是熱的。也嘅當地嘅同年下點村，數落嘅準備村店嘅店員，看到佢唔可能就睇得到，佢係原住民。好食啦，要做油的啦，我要1包的。一罐多少？100塊呢？一罐100塊。來到南莊嘅規劃坊，睇得到各種嘅語言，現正也搭配有多樣嘅族群。我是雲林人，後尾雲林人，啊，過來南莊遮做生意安尼，我即馬去遮做生意差不多要10年啊。但是其實就這朋友去家。我是泰雅族的，对，然後我是嫁過來的客家媳婦，對，然後我來這工作有差不多半年了。南莊地區有漢語、水下族、泰雅族、韓國原住民，有保育有多樣嘅族群文化，相互融合嘅社會。呢條地帶當然族群就係南莊動態嘅特色。有含有自然嘅景觀，故所南莊未通過為國際慢商嘅認證。尤其安尼南莊吼，人家家講啊，多族群的一個民族哈，尤其我們的原住民朋友都非常喜歡我們的外來的遊客朋友們，能夠到他部落去，對了慢城嘅挑選啊，切得有加分。恆春老年嘅規劃坊，體驗南莊自然嘅景觀，也係完全無同樣嘅感受。南莊本身就係一個有名嘅觀光景點，也係有通過為慢商嘅認證，會改變未來嘅觀光風式麼？才定業者未實現嘅。就從安仁他家來到後，買嘢錢叔叔嘅，要吃飯試試咧，家錢叔叔後之後我都好了解咩，所以我就通過慢城要到認證以後啊，公鋪們應該要做一個教育。對要到所有業者做一個教育，本身個慢慢提到慢到慢活。我係因為講見到有即個注重，然後即個文化創意嘅東西嗬，做得付出台面，每本啲都會全世界人嗬來到呢個地方，嘅因為講國際慢城嘅特色喺上邊嘅物解。尊重在地文化藝術、韓國色彩，當後意嘅寬帶年下，做啲國際慢商一定重要嘅精神，唔是講要主動慢商。天作嘅古野南莊人都會來參加，安尼南莊也嘅國際慢商，才會有希望韓國未來。好，3義呢又3義獎，南莊又南莊嘅獎哦。看到你了解，這是我們的苗栗雙城得到國際意大利慢城組織的認證。看到呢，也係你個3義。
连海你改南总哈，刚他说的总人口不能超过5万人，我们现在3亿大概是1.8万人左右啦哈。那我们南总因哈卡少大概做1万人左右，他们走的这样主打的产业路线冇穷用，看到3亿跳下然总还有你像从紧讨论紧少改，这里的木雕工艺，这里的旧山线铁道，还有我们客家米食都可以动用样诶。咱种群都是完全冇穷改凤青，这个自然生态、护渔步道，还有的向天湖都相当的美丽哈，还有他们多元族群的融合特色。今日呢，浏阳界是3亿菜题哈，你咱种也有大概向前推标度，当讲来度俩，回到你分享哈，两百他们也一样得到这个入选认证，得到这样子曼城之名。豆台吼，那个南庄记得是市东马嘅欣赏。南庄吼，老3亿呢。无嘛穷乡啦，南庄最高的山呢有2200公尺。哇哦！有个嘉里山，有个向天湖，有个鹿草，有蓬莱村，有石头山呢，也宗教文化，然后你3亿一系列穷乡啦哈。但你南庄哦，最主要就是生态，生态呢就个鱼的啊，个鲈鳗啦、鱼的啦、哦车蟹的啦、虾公啦。吼，母海啦，也都好啊，像3亿啊，亲人深度的南庄游啦，慢慢的来撩，慢慢的来食，慢慢玩，慢慢吃，哈，这是一个重点。先感谢安妮，谢谢。我看到两位一个历史中很现役的哦，历史中你去到那个慢游、慢食、慢商哦，现在得到了，是不是刚好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掉到我们的头上？因为过去你就会安样走嘞。从我南庄来讲，我一。家己慢上，就希望年客来到南庄，慢慢行，慢慢撩，慢慢食。当然，你要本年客要爱用个休闲的感觉时间。因为讲我到民宿业者的同时，你这个本身要有年客相处，我还要训练解说员，解说员哈，介绍安尼在地文化。年客来到在地时间，就认识安尼在地文化。走不得走马看花哈。印象特别深刻。我咩希望公部门教育。所以有业者，比如当做传统吼，他个目前来讲，我讲，你他家就是这个文化属实的要繁杂，佮都模糊慢食，佮都我中年他个感觉，佮都这个本身做生意都懂结，跟银行用我感受到个慢食嗰种感觉，悠闲的感觉。可能记得上会存钱存下多当然也是正常的嘛。但是讲，如果既然介一个慢食，我本银行他们当做。透过按用个慢存要个认证以后，他们当到外国人还会来了，而且本人嗰种慢存那个感觉时间，还有公共还有一个教育。好，非常感谢历史中。其实呢，你本来也有要强南种向中啦，又记杂填法律访问机向中讲吼，他们不急哈，他们呢宁愿比这个3亿更慢一点，更细致来沉淀来做啦哈。对啊，你历史中讲的哈，这个赚钱不会是我们在推展慢城文化唯一个目标啦哈，本大家好好享受。不过呢，也是要共普门个字念，上下共同协心合力，怎做得做了好。你协会下也俾个继续投入。国主人的讨论哦，就满商到冠共之间哈，它然后性质上有一些违背的地方，怎么样可以争到最大的双收利益？你先协会下，让屁股真的。好。大家嗰陣都出面台會討論嘅現場，因為呢天氣也蠻好。不過呢個從鄉長以下開始，所有的鄉親大家都唔驚熱天吼，全部湊到了，來關心呢下苗栗有2個城鎮鄉鎮得到那個國際慢城的認證哦。到底慢城是指完全低度或者是0度不開發，還是說在怎麼樣創造地方微型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推步走着做吼，這個一個新時代的新觀念哈。看到呢，這個所謂的慢經濟，我們不求快不求速食哈，我們看到其實花蓮，當然鳳林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個得到慢城申請認證的城市，我們就來看看它的觀光人次做比較好了。鳳林今年啊1.5個人次為去到改打不動版片嘛哈，我們看到我們西部的苗栗這個雙城得到認證，我們南莊的觀光人次104年有240萬人次，哈，3年喊卡到因為268萬人次都來到了。你昨天拋出一個議題來讓大家集思廣益一下嗎？如果當一年有超過250萬人次的人進到我們這個小小的3城3億來，就拿我們今天現場的在地，我先請教我們的七雄總，在徐鄉長的巧思哈，還有公民參與的意見之下，將這個天梯透過3D 彩繪，把我們3億的文化特質5個都融進來了，動手都抬價分央。雄總，我先請問好嗎？
抓冻啥皮哦？唔伫对抓参棍抓安酱的甜甜因多么喏？当多哈，就从近边的青菜珠有2-3千撒，按到礼拜六、礼拜日呢，都有1万撒左右边的，所以讲，带来人家到地方有23只摊位伫遐摆吼，礼拜六、礼拜日啊，所以讲对俺生意来讲，可能明年啦，今年那个观光人次就会超过268万了。哇，观光人次一再冲高啊！请问哦，那个服务员就按用谁，你知道提起嘛吼？会不会好高？我想请问，那么多人来到这里，他们上厕所要去哪里上？还有这么多的摊位，这样跟我们曼城的我们县政府的追求，这个实际内容上，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调节呢？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哈。伊咧观光发展有人潮越来越好，当然有前潮，对地方的生产、地方的商业当然要有帮助。相对呢，对因嘅垃圾也好、交通也好、停车场，所有的一个负债负担都当重。所以讲，在这行政部门来讲啊，一方面的支出、个管理啊，要带来动态的一个压力一定要持续在做，持续改善这样。好，非常感谢向总。请问你采体感易燃很易燃，我谈讲你对多今年个新年份也想去看，因为我们现在亚洲国家除了我们台湾之外，中国、日本、韩国，大家也都很努力在申请国际慢城认证。你们也想去中国大陆取经，那你起的？人家做的慢城跟我们台湾自己，我们苗栗县在地自己做的慢城，要走出自己的在地味啊，这个慢，怎么样来实践？我有一张到艳阳镇，也像同样客家州，10年前去过，去东落后的地方，很落后的地方啊。差3年前其实得到慢城的认证，是唐港也发展到东好，所以我4月初8。带3米上前40啥，艺术队行去看。好，看其他条建筑迄样的做，迄个慢上迄样的传统那么同样客家庄，同样神奇啦，其他条做得的，绝对做得。非常感谢你让你抢错。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在研究这样子一个慢城文化我们的慢城协会的理事长也在座他是南华大学的教授。教授、理事长你好，我也想请问，其实，在乡亲嘛，他们对于这次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都是同感光荣不过呢，我也知道说，包括我们的南庄，包括我们的三义，过去都是以观光闻名。乡长也一再背书，其实现在的这个观光人次一再冲高，就是因为这个知名度打得很开了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可是，在台湾目前现状看起来，您的观察从学术单位，就是现在台湾的观光还是蜂拥而至，蜂拥而去，吃吃喝喝，然后上车睡觉，下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已经行之有年了。现在开始大家反思回来，要从慢来体验生活。您一路在推动慢城，现在我们也获选进入慢城了。你觉得现在从观光业者也好，跟从我们的乡亲，还有我们的县市政府公部门，是不是要有一些反思？如果我们要推观光，利用资源来做，要怎么样做那个方向会比较正确，也比较省时省力呢？老师，澄清一下，我是台湾漫游协会的理事长。对，那慢城的话，我觉得还有赖现在刚好我们大家有4个城镇出来所以可以成立一个国际慢城协会，台湾的。那才能够共同有一个共识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才能够走得长远。就像意大利当时候他成立慢城、推动慢城的时候，也是有4个城镇，所以刚好我们台湾就是4个城镇。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设立一个台湾慢城协会来共同去推动，然后大家有个共识，说应该要怎么样合作协力去做。那国际慢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国际的平台所以现在呢，即将就说申请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在地很有帮助我们过去都是点跟点自己点自己在努力比如说目标是对，那现在刚好它就可以串成一个面我觉得这是台湾很缺乏，尤其它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架构在那边。那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候南华大学旅游系，当时候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去培训这一群导游领队的学生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都知道法国的好、英国的好，或是别的国家哪里好玩，可是就不知道台湾的好。所以当时候我们也就想到，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去深度的了解在地化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觉得，很高兴台湾大家都找到了这个方向，然后也愿意去投入这样一个东西。那实际上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可是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要从在地化到国际化，对，我们势必还有一段路，好，也就是说包含国际指标，我们一直缺乏这个东西，因为你在这个国际平台上面，一定会有很多背包客开始进来，就像凤林当时候他上去以后，开始就有背包客开始知道有这个层次，他们就会过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怎么样从在地化到国际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做的东西，怎么样去把它弄起来哈。还有包含呢，我们虽然说曼城里面它是主张传统，可是传统怎么样再去结合现代化，让它更方便。好，比如说我去过那个意大利的 Oviedo 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吸引那个年轻人回来，那年轻人都是做网络的，那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面就建构了很好的那个网络。好，然后让年轻人也可以离开就是离开城市回到家乡来，透过网络就可以去做生意，或是做工作。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做了。也就是说，在地，然后怎么走向国际，还有你传统里面怎么去结合现代化，让它可以保留过去，又可以不要去面对未来，然后可以吸引年轻人回来。所以冉总爱讲的强门哈。凤林、大林、南庄、三义，除了我们苗栗县自己在地的2个乡来做同业的策略联盟之外，跨到东台湾去，到南部去，你是不是也要把这四个不同的慢城，想办法用县府的资源，还有地方的这种团结的共识，大家向下来走，长就反图到推翻，紧紧带到国际界舞推红，你有哪个计划么呢？主持人真的是非常深入我们观光的这个议题啊，刚才讲的热力巴德，那在上个月我已经跟台中市的林市长已经沟通完成，他很希望把我们的这个热力巴德延伸到台中的泰安，甚至于接到他们的台中市，未来迎接这个台中花博这个部分啊，未来是可以预期的。观光啊有很大的挥洒空间，尤其食衣住行。为什么民以食为天？就是把食摆在前面。那么急就章的，我要翻桌，一桌要翻个3次5次，那你可能就把品质这个就会可能下降了，然后也失去了慢城慢食的这个宗旨。对，而且慢城的，就是你当了一个目的地以后，你一定要下来。慢慢的走，慢慢的休闲，去感受这个当地的文化，还有它的好山好水。所以停车场的部分一定要千万注意，然后用接驳车的方式上去。你车子开上去你就下不来。那么南庄做到了。早期我非常感佩他的李勤之李乡长，他早期就已经规划南庄的街上变单行道，在市区的外围有停车场，在乡公所的旁边。拜托我跟公路局要了一个停车场，都建置完成，所以很多的去桂花巷，都用走人挤人，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冉总讲了某某从哈，不管你是几负盛名的观光城镇哈，现在台大都有痛帮主义的哈，我们要弃绝这个轿车，弃绝这种排碳量很高的交通工具，下来用走的，慢活呼吸空气，然后吃呢，我们可能也不再欢迎那种大型连锁的卖场素食的食物。我们吃自己在地的9层塔，自己给它拐儿，什么啊？是叫拐儿吧？怪席哈，对，所以吃我们自己在地的食材。好，跳过呢，你也会看到，今日你还看到气板埔、都动板埔体育改走都改凤林景，在凤林，在台湾的这个慢城的这个文化概念的推展，某种程度来讲起了一种带头的作用。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带头。我们待会来请教教授们，像这样的生态低碳，还有强调的是人的尊严跟产业文化的这样的旅行哈，怎么样才可以多元设计，让大家更有方向去走？来看洋片。当地花莲凤林的街路后，因那也就可能到阿伯公、阿伯婆，因为凤林是伊的松树村，一大批的人地方满足，生活一定欢喜，口也就了，慢慢的也生活丰盛。虽然并不是凤林的脚步，不过我们现在安尼受到国际慢上组织的肯定。第6年前是台湾头一的慢上。
我们凤林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没跟上，我们不要去追求大规模的建设跟开发，我们开始体验到这边的所谓的好山好水好环境，跟这些农田是我们最大的资产。現正通過晚上，鳳林確定嘅未來會向着晚上嘅精神來發展。由行卡到推廣產地觀光同有機農業嘅協會成立嘅，公部門喺地方建設結合，未會顧到晚上嘅天味。鳳林嘅晚保留為小鎮嘅淳樸韓國事業，也未係鳳林人希望迎合嚟到也天也未晚上。透一下太陽，那空氣係清嘅，係新嘅，會香嘅。来我们这边就是跟着我们生活，然後聽我們說故事，然後跟着我們務農，然後品嘗我們的食物，甚至跟我們一起去包抄阿貴啊。同鳳林嘅四里行觀光類比，麥理生意同南莊本來就係觀光景點，觀光發展到以後嘅，要韓國麥理縣政府3萬嘅嚟推動，一兩個鄉鎮滿1年就通過為國際慢上嘅認證，成個沙下來應用嘅做，真係挑戰。慢城的意象先塑造出来，然后再把我们的2个乡镇的品牌也建立起来。3义跟南庄公所他们可能要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要去整合他们当地的资源，然后把社区参与的部分一定要先带起来。現時台灣總共有花蓮鳳林、苗栗南莊同3義，還有嘉義太林通過為慢上認證。也係慢上董事下，喺全世界天天嘅發展起來。台灣嘅慢上應該有些明確啊，自家天味韓國目標，真唔是建議好平人用嚟做，安尼慢上嘅精神將會真正發揮出來。台灣呢地嘛，動到個客家眾都非常安講啦，哈。我們也看到說，其實每個城鎮、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在地特色。一鄉一特產，過去好幾年就在推了哈。那這幾年來，為了要刺激這樣台灣的無煙囪的工業，努力在做觀光，所以各種，比如說什麼全台灣10大觀光小鎮、全台灣的100大宜居宜遊城市，或全台灣的50大這個生態城市。各種的名稱、各種的品牌都加注在我們觀光推動的這個策略上。我們今天對大家會好好討論，根本呢是性強、是正氣嘅，係按照慢商，大家要痛胖地慢商嘅精神內涵，就是要緩慢，是整體的呼吸緩緩下降，整體來感受周遭的這個人事物的價值。所以你哋看到大家推灣嘅世界，鳳林、苗栗嘅兩界、到嘉義嘅一界，總共有4界。那個商景哈，那個城市得到安個滿倉，因為你聽國家就搞少改動哈。這4個這個鄉鎮來看哈，因為東台灣本來它有它的地理的環境的因素，所以本來在觀光人次上，它就已經篩選到透過交通的模式篩選到這些大量的人潮。西半部靠近中部以北的苗栗，在這個將近是大台北的一日生活圈都可以往來的情況之下，你看它觀光人次衝得這麼高，加上我們地方的政府這麼大有為的這個作為。很多人都來了，那今天你都問一張問題哈，觀光等於慢商哈。教授，我想請教一下，慢城的這個概念哈，很多東西是從生態跟人文的方面去着手。台灣這一路來，從整個觀光局的這整個政策的策略推動，都是在這個人次上求成績啦哈。那你看到過去是這樣操作，未來既然是慢城是國際型的趨勢，顯然對我們台灣的發展，這個模式大體上是不會錯的。您覺得在現在的這個地方縣市政府，還有我們的中央對觀光形式的這個設計上來講哈，把慢城的概念融進來，有幾個具體的條件，可能要做翻轉，或可能要做創新服務的呢？老師，慢城的這個推動，它裡面很強調一個是公眾的參與。那所以公眾的參與，其實它有很多的一個公聽會，或者是公民發聲的一個平台。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機制哈，是比較少。所以我想這也是公部門其實必須要能夠去設立一些制度。然後能夠讓這些平台在讓這些團體能夠在一個平台上能夠發聲，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我必須得強調一點，就是說，慢城運動的一個推動呢，其實有7大類大概有70來項的一個指標。是的。那觀光其實只不過是其中的
一项而已。那这个我刚刚也提到，它是一种方法，不是全部，不是全部。那它指标里面呢，其实它非常强调有2大类啦。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城镇的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这一块。那所以这个生活品质里面，它可能也谈到的是绿建筑，那以及我们刚刚那个陈教授所谈到的一个无线网络这个在地的东西，但是你要能够跟世界上接轨有科技的东西。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能源环境政策。对，能源环境政策，以及它里面有在推动这一个所谓的像生态农业。那我知道像通霄这边也有石斛米，就诸如此类。它也谈到所谓的有机这个自然农作这些东西。所以就我们自己的了解啦，那个当时的一个发起城市叫做布拉市的市长在去年那个今年杂志有一个报道了哈。那他们的一个做法是这样这个市长他就怎么样？他自己率先就是他到这个市政府上班的时候，他是自己是骑脚踏车，也就是他号召大家是要骑脚踏车，也就步调要放慢，那减少什么空气的污染。是。那么另外呢，就是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有机或者是说自然农作这样的一个生态农业的一个议题。是。现在大家不是没有这个知识，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农业或者所谓的有机的东西，事实上是因为考量到成本的关系。是。所以这个布拉市长这个西比尔他的决定是这样子。学童的营养午餐呢，统一全部是由市政府统一来处理，也就是他贯彻一个叫产地到餐桌零距离。是，所以我想不是只有从产地到餐桌，当让我们的学童要吃到比如说有机的产品，对这个大地友善的这种农作物的时候，是它的成本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是。那当然就我们的报章媒体其实也可以看到了，那个我们的学童的营养午餐可能一餐可能只有20块或30块的一个预算。是。所以这样的预算是不是太少？所以这个资源上的一个分配，其实是另外要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啦。老师刚刚也讲到一个了，我们群众智慧很重要。在地的除了县长、除了乡长、县议员之外，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村民、业者，还有我们在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不管是3亿人还是我们的苗栗乡亲你都南众乡亲，你都会上番咪非常安重要。针对两个晚上，希望未来你甲子子孙孙我们的下一代，佢都生活都用一个环境，你都嘛个理想也做得了分享。你先来讲那个做干么事个历史中好吗？慢城这个推动，它最主要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也是我们客家祖先的生活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其实客家人就是一直在慢活、慢食的这样子一个文化当中，可是客家人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把它发扬光大。那像我们对土地的尊重，客家人自给自足，客家人这样子勤耕以读，然后过得一个有定力的一个生活，其实它就是一个慢活，就是一个慢食。然后吃不完的东西，然后呢自己还变成一个腌制品，或者是说变成一个伴手礼，其实这个就是慢活慢食。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啊。好，先谢谢理事长。理事长提点到，让大家都很回想到过去的童年，但是因为现在的工商发展，让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形式有点改变。怎么样找回来？大家要集思广益。理事长先请坐。罗议员，我也请教一下你的观点好不好？经过这个慢城之后，希望安尼南庄也好，三面也好，共享客家来推动以外呢，最主要生活不用慢。脚步要放慢当然，客家讲非常多的讲，伊讲做乜嘅做乜嘅做，講千度按度啦，講高速卡點度講無法度帶入人家慢城的生活一個唯一它可能會被推翻掉會被推翻掉，還是要回到什麼原有的，尤其13人線按三面鄉來講，13人線其實安民宿業種下都是慢活，而每件呢民宿種下無共樣當有特色。也嚟個加強來推動當然漫長咁樣嚟推動。我相信佢教授有講到我相信佢做休閒嘅人非常嘅了解。我相信人在地也當到人嘅業者第一單位時間非常需要人哋嚟共同來努力來達標。好，非常感謝毅然我們水美街的這個理事長也在座。讓你分享一下，聊下水美街的一個現況。那加入這樣的慢城，大家一起共同來發揚的時候，你起到聊下提供，還有馬個好來素材，是要蹦出的呢。所謂慢城就是慢，那慢的話，那我們那裡的空間是屬於空間不夠的地方，因為我們是緊鄰省道，那所以說車上車下的，車上車下，還有就是所謂就是必須要增加它的。第一個就是增加它的空間，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要增加它的大眾運輸。比如說空間，我們呢唯一不足的話就是那個停車場的部分。有，剛剛縣長也在強調要做的。對，因為縣長剛剛有提到這個部分，那就是停車場部分增加它的空間，然後讓所有的遊客來到這個地方有位置可以停的話，它就會慢。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众运的运输，那大众运输它可能就是要请公所的来配合我们那个接驳车。比如说接驳车，它可以运输还整个三义乡还蛮广了。我们的天梯，还有我们的龙腾断桥，还有圣心火车站到我们水美商圈，还有至于火车站的部分，等于说一条线这样来规划的话，是非常的好。好，先谢谢。那旁边的这个观光协会，我们也请教一下这个意见代表的声音。我想要提出一个最源头的问题啦，就是说，很多游客来三义享受我们的慢城生活，可是他在交流道那边就塞车了，掉头就走了。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要有中央跟我们县政府来解决停车的问题。那小弟在这边释出一个那个方案跟那个提供了一个那个点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三义雕刻街从莱尔富到 Seven 那边那一段400公尺，是因为我们地形的特殊的关系，我们高速公路是低于我们水美街的路面低于大概3到4米，所以我是想说效仿那个我们北二高那边有一段，就是说把高速公路加盖当做我们的停车场，那边初估的面积大概有4公顷，4公顷大概有12000平，12000平一台车跟它的走道大概4平，所以我们可以停3000台。那我们水美街就是从 Seven 到莱尔富的话，只有400公尺，400公尺一台车2公尺长，只能停200台，200台2倍的距离的话，大概停400台。加上就是说，大部分停车的都是我们店家的车子，50%以上，所以你会看到说，为什么停车那么多，店里的人、参观的人却那么少？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就会影响说我们店家的生意，店家的生意也会影响到我们雕刻师傅的生意。如果我们3义如果能够有一个停车场，如果能够停12000台车的话，相信那边可以做第一个接驳站，第二个停车空间，第三个那个可以由乡公所来管理，来收一些停车费，来建设我们3义，有一些基金。对，没错，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好，咱从爱用眼就先请问，你要念念个友善环境，还有可能汉卡手牵来打造这种友善语言的环境。当然呀，部分啊，我上任以来啊，提这个议题就是讲，希望国中小到高中职，甚至于大专院校，要重视我们的这个双语教学。扎根就对了啦哈。全国啊，大概是我们苗栗县对于这个双语教学最落实，有各种的比赛，甚至现在我的学生都会比老师的成绩更好。真的哈。希望安尼有在国际观，能的双语教学，可以期待一下。卖面呢，我就可以朗朗上口跟你讲英文。按用落去啊。就会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给大家的一个方便，也给自己带来商机。好，所以感谢冉总，冉总对安尼为了苗栗航上国际的舞台，他系动有信心哦。我们节目嘅时间，我会请问安尼个全国慢城协会组织的理事长教授理事长，我就要请教一下最后的时间因为刚刚乡亲们有提到说，我们对国际客其实不用觉得害羞害怕，当然友善的肢体语言、微笑，我们客家人的热情、喜客的精神就可以欢迎到他们。在现在我们从3城苗栗跟3义跟南庄，还有将来嘉义、大林，还有花莲的凤林，您怎么看未来除了说强调我们的在地文化特色之外，将来慢慢的走向这个大家是全球化世界村的这样一个概念？你对我们台湾未来在发展这个慢城整个的推动，显然还有一段要努力做的事。你可以先跟我们现场乡亲做最后的分享吗？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特色拿进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展自己不同的特色，这是为什么它的指标只有50%。那也就是说，其他的就是要你自己去发展你自己的重点在哪里。好，所以我们觉得慢是一种反思。它其实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回头看看哪一些是你真正优先顺序是在哪里，你真正要的是哪一些，包含你的文化，包含哪一些过去的传统，甚至你可能富裕过去已经消失掉的东西，很好的东西，你再把它拿回来，这个都可以创造很多无限的可能性。所以老师，其实我们跟古迹之国意大利我们不同，我们台湾有自己台湾的慢城特色，对，现在已经找到了吗？你觉得出来了吗？我觉得现在慢慢都有在做，因为我们社区营造都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怎么样大家就是用这样一个框架，然后也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怎么样去把它好好的去再发挥下去。然后我觉得最重点就是在于说，
要让地方的人知道以这个为骄傲。就说曼城，其实上你成为一个曼城的一员，其实上你是很骄傲的。那你要对自己的东西有自豪感，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理事长。那徐教授也讲到，因为徐教授现在很努力在推这个嘉义大林的这个曼城整个组织章程，或者说它的这个文化的形塑哈，将来我们这个全台湾4个乡镇曼城一起的策略联盟，这也是不遗余力。因为咧，就俩呢，非常欢喜到大家讨论到，你为了万商嘅涵盖路哦，涵盖方向，非常感谢大家提供安保规家意见，也感谢大家收看。好，你会讲再会咯，再会。